大家好啊！嚟到呢個蓄勢備忘嘅時間啦，咁啊今次喺跑馬地咧有呢一個9場嘅夜馬啦。咁講真啦，今次嚟講形勢咧，表面上嚟睇都唔算話好複雜嘅啫。不過咧，一公佈咗呢個咧蓄勢能量嘅評估相差值之後咧，咦，竟然係咁喎？係咩情況咧？就係9場賽事入面咧，得一場馬咧係會有正3嘅馬匹出現嘅啫，咁其餘嘅咧好多都係正1、正2啊，甚至乎可能全場12隻馬得1隻係正1嘅啫，咁啊預期都唔會話點樣爆㗎，咁但係會出現咁嘅情況，係咪真係啲馬能力係有，但係唔突出咧嚇？咁至於邊場係正3咧，梗係直係講下先啦。第3場啊，4班千二。主角係呢隻機不可失啊！其實今場賽事有2隻馬咧，就係呢一個正3嘅，分別就金運來啦，同埋呢個機不可失。咁但係你比較落嚟嘅話咧，金運來咧近呢1年嚟啦，最高做到嘅蓄勢能量咧都係94分嘅，反而機不可失咧，上次其實都幾多意外㗎，一起步冇耐咁啊已經俾前邊嗰2隻馬 cut 埋嘅時候咧，褪後咗好多，直路都係咁以咁啊叫騎翻上嚟咧，就跑翻個第3嘅。如果你話嗰場馬唔係喺早段受咗嘅話咧，根本贏都有之添啊！咁啊，所以喺賽後嚟睇咧。哇！蓄勢能量即刻評到95分啊，咪都幾明顯嘅，所以2隻正3嚟計咧，我估計佢嘅機會咧係會略為高少少嘅。咁啊，跟住到第4場咧，同樣係4班千二。主角就係呢隻廚神啊，咁啊佢喺4班梗係 OK 啦。咁雖然跑咁多場贏過1場，咁但係得1次係甩獎金嘅啫。咁啊上一次咧其實見得到啦，咁啊排咗11檔沿途流到好後，一路走住 outside。咁嗰場馬咧其實大家都睇到嗰日 A 跑道咧跟前嘅馬咧點都會着數啲，咁啊追翻上嚟跑過第4咧都恰如其分㗎啦，畢竟都係重磅啊。咁但係今次嘅對手咧更加之弱添啊，同埋成組馬入面咧得佢1隻喺過去12個月咧曾經試過做到100分以上嘅蓄勢能量，係做過101分，正正就係佢贏馬喺呢一個路程嘅時候啦。咁其餘我哋見到第2試過做到嘅，都已經係97分，啲渾身解數嘅，嗰啲係舊年上季嗰啲新馬賽績嚟嘅喎，完全都不能作準嘅。咁所以如果話咁樣計嘅話咧，根本係一枝獨秀㗎，咁啊就算熱門都好咧，有權贏㗎啦。上張備忘，留意下第5場賽事4班1800米。就係呢隻中國心啊，咁啊上一次就跑沙田1600啦，咁啊排咗外檔起步拖落尾，落腳亦都係好慢嘅馬，咁啊步速你見到2、3段相當之慢嘅啦，上仗備忘都有話啦，係慢咗成5線9啊，咁啊頭嗰幾段，咁所以根本就冇辦法，焗咗喺入邊度捐嚟捐去都冇位㗎，咁啊去到150米咧，都仲要再捐去入面，咁捐完之後仲要又轉翻出嚟，希望可以揾到位，揾唔到再入翻去，實質上佢只係跑咗差唔多最後嗰50米嘅啫，已經追翻我第4啊！今次咧加程200啦，咁啊希望佢早段唔需要太過落後啦。杜遠一知道呢隻馬嗰個性能大概係點樣樣咧，早段應該都係希望攞翻啲好啲嘅位㗎，睇下有冇機會可以追得到上嚟啦。重複請你提供蓄勢能量，咁啊2場4班千二啦，3場5號嘅機不可失，同埋4場4號嘅廚神啦。上張備忘我留意下5場7號嘅中國心啦。完整版嘅蓄勢能量啦、蓄勢走位圖同埋上張備忘咧，可以留意翻馬會官方網站嘅。